在中国收紧对网络公司管控、加强对苹果应用商店审查的背景下，一些用于阅读伊斯兰教古兰经、基督教圣经的 APP 在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商店中消失。古兰经美基德的开发商巴基斯坦数据管理服务公司表示，正在等待中国互联网当局提供关于如何能够恢复该应用程序服务的更多信息。该公司表示，它在中国有近100万用户。随着中国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和英国开始的供应危机的规模正在扩大，全球最大的家具销售商宜家表示，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门店有相当大一部分产品处于缺货状态。英国最近日益严重的供应危机是蔓延到零售、制造和能源部门，震动了该国的经济。俄罗斯指美国一艘军舰因试图侵犯其海上边界而被其驱赶，美国海军否认有关指控。这起事件发生时，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该水域进行海军演习。东盟拒绝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出席本月峰会，以维护该组织的可信度与正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五晚间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邀请一位缅甸非政府代表参加本月举行的地区峰会。由于黎巴嫩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深，该国许多人非法移民到欧洲。截至2020年，黎巴嫩当地货币对美元贬值了90%。美国航天局路西号太空探测器16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开启为期12年的太空旅程，将首次探索在木星轨道内运行的特洛伊小行星群。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15日发生学生溺水事件，造成11人死亡。西爪哇省搜救部门新闻官员表示，约150名初中学生当天在该省米杰市县的一条河边开展活动，其中21名学生不幸溺水。搜救人员已经找到11具遇难学生的遗体。